國家教育部一直關懷香港青年，每年都會組織龐大的高校代表團來港傳經送寶，通過2天的教育展，向我們的同學、家長及各界人士介紹赴內地升學的最新情況。我衷心感謝大家對香港青年人的厚愛。借此機會，誠摯歡迎香港青年學生們到內地高校來求學深造，開闢未來的新篇章。相信本次高教展能夠有助於各位同學和各位家長更好地了解內地高等教育的特點和優勢，促進內地和香港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再上新台階。最後，預祝2024年內地高等教育展取得圓滿成功。謝謝大家。內地有好多學科咧，其實依家係可能係比香港更加好嘅，包括就係中醫啦，包括阿媽頭先講到嘅航天工程啦，校長頭先講到嘅文化創意產業啦，呢啲等等係喺內地係已經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學科嘅前瞻性嚟嘅。咁我最近呢幾年咧開始咧，就會真係請翻一啲喺內地讀書嘅香港人，因為佢已經有4年時間，已經係翻內地同香港，可能已經慣咗㗎啦，5-6日就翻香港。跟住1至5咧就翻內地讀書，咁而我哋聘請喺香港聘請呢啲學生之後咧，我係好願意翻去內地幫我哋 manage 我哋內地嘅人才。如果大家想去外國讀書讀 PhD 或者 Master 咧，其實去國內升學咧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係一個跳板嚟嘅。因為以我哋清華大學為例咧，我哋差唔多有接近50% 嘅同學咧都係去咗外國讀 Master 或者 Doctor 嘅。咁跟住出路方面呢，咁其實而家大部分國內嘅學位呢，都係獲得呢個認可㗎啦。香港學生或者港澳台學生翻到內地去讀書嘅時候，你可能例如頭先培恩講嘅，我哋要做一個 teamwork， 我哋要做一個小組作業，咁你嘅角度係會俾到內地嘅學生一個全新嘅角度嘅。